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，针对杜苏芮等风台所带来好大雨，造成台南到处严重积水、淹水、加农业损失一案，嘛引发这议员关心，同时检讨治水成效。满豆的时阵哦，交流道边仔的时阵吼，迄道路水沟，迄还阁无控安门涂，还阁涂沟咧。而且呢，水流的方向很奇怪。水流的方向足奇怪，所以呢，这个出去麻豆口的时阵，佫接倒转啦。所以呢，个文旦两个照影是汪洋一片啦。好，所以恁个平常时去巡看嘛，我昨伫麻豆我有甲安尼水利局讲过吼。第二点，水甲清得清。第三，安尼下游的土，个淤塞的泥土要把它清淤。关于这次一些灾害损失的地方，我们也希望中央尽速去修改这个法令。过去所定的要达淹水50公分才补助，而且补助金额只有5000块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了。过去的5000块，几十年前5000块跟现在的5000块，已经不成比例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在我们这几年的治水成效之下，其实已经不太会淹水达50公分了。但是还会淹水的地区，你就对那个居民不公平，因为他们那边就是没有做治水。那即使他淹5公分、10公分，我们都应该予以补偿，而不是要求说达到淹50公分才要补偿。通常会淹到50公分，几乎整个家都毁了，5000块对他来说还是不够的。今日这嘛召开专案报告，有议员关心兴德树成为稳行杀手等潜在危机，推出议会为了保障民众甲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做出结论。请市府落实行道树健康检查，并请市府修订《台南市公共设施植栽管理自治条例》中关于植栽树穴面积及容积的规定。那第四点，我们是有请市府加强推广农作物农损保险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林银庚采访报道。